大家好，我係艾蓮，今年59歲。我喺48歲，即係2014年開始出現柏金遜病徵，到依家已經11年啦。仲好記得嗰一日，醫生同我講確診柏金遜，感覺咧就好似被判咗一個長時間執行嘅死刑。我本身係護理行業，我清楚知道西醫冇得根治，藥物只係舒緩病徵，仲會帶嚟好多副作用。嗰陣我仍然要返工，為咗保持活動能力，我一邊食藥一邊開始自救行動，結果慢慢有啲轉變。猶豫藥聽咗10年，依家竟然可以清楚聽到電話聲，腎功能由 GFR 75提升翻去90以上，翻到正常值。以前完全聞唔到味，依家漸漸聞到食物同花香。瞓覺時經常流口水，依家已經冇咗。幾年前有嚴重便秘，甚至要洗腸，依家每日可以自然排便啊。以前瞓得好差，成晚醒幾次，依家有時可以一覺到天光。想知我點樣做到？記得 follow 我柏金遜精靈 Parky Lady， 我會分享11年嚟試過嘅方法，成功同失敗嘅經驗，同家人同朋友之間嘅相處轉變，照顧者面對嘅壓力同埋點樣減壓。我仲會分享好多實用小貼士，幫助處理柏金遜嘅病徵。同時我都希望你哋可以留言分享實踐心得，互相鼓勵，互相打氣。我要多謝家人、朋友、上司同埋工作伙伴，俾咗我好多支持。特別鳴謝拍友 Michael 幫我製作呢條片，之後我會繼續拍片同大家互動，記得留意啊！記得要 comment、like、share、subscribe。Parky Lady 柏金遜精靈。